发生各国封锁，大家争粮、抢粮、储粮的这个时候，我们才知道“使之盘中飧，粒粒皆辛苦”。而且很多的渔民在这种时候，平常如果不是辛苦，也不会离家背井、惊涛骇浪、远渡重洋或近海捕鱼。这些人现在受疫情冲击，有一些不能出海，有一些捕获的渔捞却因各该国封锁不能卸货，回来还要隔离的渔民相当辛苦。我们也已经有补助，但是还有没有补助到的，实际在从事渔产工作的。另外，农民同样也是最辛苦，在田间工作，为我们的粮食。他们常常是在社会的最底层工作最辛苦，收入最少。这些农民、渔民大概一共有120万人。整个我们也在排户的情形下，我们发放每个人一次就是1万块，